出好时刻，来阿龙哥，豆腐爷料理，豆腐鸡啊，豆腐鸡哦，当然要来吃啦。你讲我今日豆腐鸡哦，完全冇共样。係啊，因為你五手熟嘅喏。你一家做嘅豆腐雞。你知做呀？一家做啊。佢做乜玩糊喏？佢用豆油啊，用下豆豆，豆油係香啊，豆腐雞啊，你拿下開始做端午節左右啊，然後做得開始做了豆腐雞。這麼一定要端午節當做，中秋節做唔得？做唔得，因為端午節嘅時節啦，加日頭下辣啦。日頭下辣，個豆腐哦，用個板豆腐切一地地，先滷過然後曬過，日頭辣啊，然後曬好啊，這樣做得燒起來殺菌，然後做得用個網頭絲啊來滷，滷差唔多2張嘢到3張嘢啦。你講用呢條西嘛，用配咗用烤嘅，烤箱咗咧喎。用配未做得啦，你一下已經係用配嘅。你如傳統來講啊，用日頭曬。日頭曬哦，你也是有幾種的一律，一種係烏蠅蠶、烏蠅豆，封閉沙，還有封閉沙啦，鹹味鹹，古時候啊用配未當到，好，我哋也開始，你下，要剝當罐嘅，要有冇人？哦，我哋灌下石頭，我哋乾用我嚟切，然後我切，醬嘅做得咧。先用啊！我今日啱啱講，按照3色腐乳雞。哦，3色腐乳雞，壓死你啦，係嘛？你用切？我切一台地，你是切一台地啊？滾刀。好啦，哦，刀子滾，人不滾。哦。菜滾，人不滾。我用了哦，第一指用雞胸肉。用雞胸脯肉啊！咁算咧，乜嘢事要做啊？啊，咁樣講啊！厲害啊！我要來滷一下，豆油，米酒，地心，香油，提香，米酒香油，一啲咧。椒粉有冇開年啊？冇改。你睇那個啊，馬殺雞嚇，而家出條鴨絲也蠻好食。喂，咩豆乳雞啊？我哋一定好食啦，其實你學嗌嘅，就炒到有豆腐一樣。你睇呢個雞鴨絲哦，當然而賣嘅用嘅腐乳雞翅，還有腐乳雞塊，誒根本冇便宜呢。係啊，冇便宜。佢雞塊哦，佢純正係用嗰種嘅炸雞排，佢用大骨頭嘅，梗係便宜啊，梗係便宜啊。哦，我哋啊教營養班人嚟做，哦，咁講你啊，加有米酒、香油啊，豆油，你啊冇接咧嗬，冇接咧，接落去啊。因為啊，你啊雞胸肉啊，你啊下晝，佢又要應講酒絲，所以。然後佢卡卡嘅，你加啲水咪做得，佢加水哦，加啲，你打炸到我冰冇？你看咯，你啊當灶，你加啲嘅水，也加暖啊，所以你做得，好，你啊緊卡嘅時候緊洗落去，緊卡嘅時候緊洗落去，呀，哎呦，係，你用。山西啊，你要用嗰種小蘇打粉啊、嫩筋啊，唔是啦，唔是，你用水也用卵啊，也用鮮奶，純正做得。你要按照俗稱國語叫做打水，然後水要去捉落去。哦，要走出嚟嗬。係啊，要走出嚟啊。你要慢慢地加，慢慢地加，加啲咧，加啲咧，仲要加強度，強度佢冇辦法一下吸落去啊。一千為止啊，叫佢吸收，越嚟越軟，越嚟越軟。哦，你一下用豆腐雞啊，有豆腐雞即刻做嘅。好，你嚟看看了，你2張嘢啦，你講你豆腐雞，做2個嘢添啊？2張嘢，你講你豆腐雞哦，我研開咧，你春前糊糊嘅，撕落去嗬，先撕落去。哦，一般嚟講啊，春前係咁樣嘅，係往後。係啊，喺黃色咧啊。唔講係體育表演冇聽下，唔係啦，你係甘甜，你試加嗰種黃豆，黃頭絲，呢兩邊烏頭絲，
真好食吼。当香，一調油未當重要啦。你點解一般的調油啊？從因節目上嘅啊。哦。哎，古法釀造嘅。一條黃豆未標落去。好，兩半小虎皮下。哎，你在吸毒啊？啊，按張做得到啊，裝是紅酒用嘅，佢比較鹹到屁股啊。你看，你當灶哦。好，十個來，你一下，因為加掉水未做得，唔加水未做得。哦，我哋加掉湯，一啲嘅湯。五個啦，打開來。你睇，豆腐魚按咁甜咪下加糖啊？加啲啲啦。啱冇？哎呀，得啦，加啲啦。好。腐乳雞啊，我冇吃啦，最近又血啲的甜甜，表皮有一點點甜甜的，好，你睇下，乜個粉？番薯粉，嘿，番薯粉，好，你講你啊，用麵粉、番薯粉春前共用，好嘅是的啦，番薯粉較好吧？番薯粉。炸起有種顆粒感，係嘛？下太，顆粒較太。那個背，冇長豆哦，食到純粹嘅粉啊。哦，你食雞肉咩食粉嘅嗬？咩腐乳粉？有得喺路邊攤買啊，叫粉當豆，純粹食到粉啊。哦，跟肉哦食到嘅是一啲啲嘅甜甜。因啊，杜卡，你做得用粉，有人講用便利粉啊，用番薯粉啊，係唔好純粹。長豆粉未做得啦，用一啲啲嘅，那個混好些啦，是那個種類啲嘅，好，有，一火啊，做咩強猛？啊，薑母酥，中火差唔多吧？係，而家差唔多270度左右。好，將你一當膠哦，我哋先木當醬。我按你牛弟弟不是說凍，凍啊。就過嚟給泡泡啊，唔越來越少。你一泡嘅時啊，是貴福建啊，純情小米當香，知道點哦？深下太地對喎。即係講佢8分熟嘅，熟嘅，熟嘅啊，我哋酒豉，先倒汁嘅時候，等你試看看，調水啲，較冷啲嘅，你就切開啊，5分熟啊，你10個泡1分鐘左右，差唔多熟嘅嗬。純情熟嘅，哦，好什麼？這個肉汁太過分了，源源不絕。該雞胸肉呢？你講嘅雞胸肉啊，是學冇食啦。我食嘅，當好食。都是。好，你一過一啲嘅油脂就得咧。啊，留起來，要是下什麼個下醬啊？因為泡過未做得，直接炒未做得。好，好，你來灌下去。我冇食，唔食。來炒一下。哦，嚇炒過。係。一炒過會係香。一當家嘅時間，我落去。按多油唔是不用油哈，唔是，有辣嗎？辣還好。哦。好，你啊，3色腐乳雞啊，是有3種顏色。你一出菜啊，是用泡嘅啊，你會感覺講很油，搭配一點點的
四季豆呀，系生的瓜啦，也系甜椒啊，那种基本用甜椒啊，生鱼没有选，然后生的瓜有好看，啊，唔是讲用蒜头啊，也辣椒唔是，好，哇，炸锅咩下炒炒啊？嘿，因为啊，我家门要辣末啊，两水辣椒，哦，冇啦，不用滴了，滴的时候呢。这个豆腐卡会做吗？会啊，反正我就会啊。我就少年去速工嘅挑夫鱼啦，关于天拿2公就用它。好，冇问题。我就面冲下嘅。面冲下。哦。你做暗讲对头呀？安排你节目会外景拉到我家面冲床下去啊，都用那个东西。有陈糕啦，有挑夫鱼啦，有咸菜乾啦。好，来水木鱼，滴了香油，很好嘞，提个香啊。哦，就负责份的香油。哇，相关的 set 就食指大动哦。对哦，切它酱的不用当杯。对啊。好，哎呦，酸色腐乳鸡，谢谢。豆腐鸡肉啊，其实啊，豆腐鸡啊，客家人啊，是当到啊，瞬间的崩妹啊多啦，崩妹吼，含比较单一口味。买来去啊，从俩下饭店串汤，也系夜市要买那种腐乳鸡啊，我做的系3色腐乳鸡，是让豆腐鸡啊，那豆腐鸡一家做，豆腐鸡记得咯，一家当简单做。端午节过后啊，日头下拉的迄些啦，个豆腐做的卖个板豆腐啊，切一块块来卤过来洗澡，然后往头去啊，然后用腌制的方式啊，差不多2张意思都会出来。然后不管是你麦片呢，也一家做的豆腐鸡啊，然后去卡卡的卤卤啊，用到个用的安尼呢地瓜粉啊，来去泡过泡的时间啦，用干药泡啊，泡哦，记得做唔得啦。该温度调过，佢啲唔会熟，该冇way啊，乌开开的，该冇食冇看啊，卖上面唔好，爱用泡，该温度啊，差不多系160度到170度左右，该最尾啊，然后放姜椒、放甜椒啊，韩国生的瓜，那个搭配着颜色啊，该没食到下空片，没本大家食到该用的豆腐鱼的精华，都该干油地位。当好食咯。3色腐乳鸡，内瓜甜椒的切角角的，鸡胸肉切块块准备。鸡胸肉用调油、米酒、香油、白胡椒粉、番薯粉、水、糖、豆腐鱼卤锅。炒定甜鸡肉，萝卜炒到上色，内瓜甜椒的过油以后留起来。先要甜内瓜甜椒的鸡肉加白胡椒粉、香油、萝卜炒米香。安尼好食的料理就做在装盘喽。